灾我诸狂，善为杀属，点由民主感言，善言德行，康主兼是话，我有殊命，皆不灵也。前即夫主记性以后，哇哦，是何言也？色者主狂不如空主话，夫主性以后，空主话，性即我不灵，我客不言，地教不惯也。主狂话。客不言，地也；教不惯，人也。人且地夫主记性矣，夫性空主不顾，是何言也？色者切本质，主下主有主中，皆有圣人之一体。点由民主感言，即具体利弊，单问报案，话故写是话，撇疑疑问何足？话不当得，非其官不恕，非其民不恕，知即进，乱即退。撇疑也，何事非官？何事非民？知亦尽，乱亦尽。疑问也，开事即事，开智即智，开救即救，开索即索，空主也，大果圣人也。我未能有行言，乃所愿即合空主也。撇疑疑问有空主，若是办好话好，所有乡民以来未有空主也。话然则有动有话有。必理之地理君子，该领以调诸侯，有天下，行义不义，杀亦不公，你之天下，该不为也。是即党话，敢问其所以义话。灾我诸狂有了，地教义地圣人，话不治，而其所好灾我话，亦无官有辅助，贤有孝顺万义，诸狂话见其理，理知其正。问其家，理知其德，有必世之好，定必世之昂，若是良为也。自乡民以来，未有辅助也。有了话，其以民在，其人就有左手，红红就有飞鸟。泰山就有求得，河海就有行乐，类也。圣人就有名，亦类也。出有其类，发乎其喙。自乡民以来，必有成有空主也。第三章，命主话。以列家人家大，大必有大过；以别乡人家旺，
方不太大，汤以70里，本昂以100里。以列学人者，非心学也，列不善也。以列学人者，中心一理成学也。如70诸之学空主也。诗文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不思不学。处之为也。第4章，名主话，仁则言，不仁则掉。今恶作而故不仁，是由恶习而故下也。如恶之，不如规则而遵循。贤者在位，良者在节。国家闲下，及时时，秉其正行，随大公，必为之义。诗文，大天之必厌恶，黑必上道，丢苗有好。金土下面干不无，空主话，为处死者，其地得好。领地其国家，虽干不治，今国家闲下。及时时，欢乐害亡，是自救何也？呵呵。无不自己求之者。诗文，应言配名，自求得行。太甲话，天作业犹可为，自作业不可化，处之为也。第5章，并主话，尊贤淑良，尊家在位，即天下之事，该一理权力有其条义。其典理不彰，法理不典，即天下之上，该一理权总有王之其义。官机理不彰，即天下之路，该一理官出乎其道义。将者道理不遂，即天下之龙，该一理官。